好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內檔珍惜當下就快少少嘅，咁啊外檔輕取勝都快啊。咁啊中間咧就喜任為親啦，同埋浩迪嚟嘅。咁後啲位置啦，精緻之道留喺第5位嘅啫喎。咁內檔嗰邊有實幹牛仔啦，咁啊好天朗暫時就尾二，殿後陽光小姐嚟嘅。好啦，過咗第一次終點之後啦，邊隻帶頭咧？輕取勝走咗上去帶頭啊！珍惜當下就守喺第2，浩迪就跟喺第3位，第4位就全場唯一3歲馬嘅喜任為親啦。嗱，喺佢後邊咧就係精緻之道嚟嘅。咁然之後有實幹牛仔啦，陽光小姐攝咗埋內檔喎，包咗落尾，暫時就好天朗嚟嘅。好啦，咁大約咧就跑咗700米到啦，前面帶緊頭輕取勝啊，捉住放嘅啫。守住第2位係珍惜當下，跟喺第3位就浩迪啦，然之後就喜任為親嚟嘅。咁個零馬位之後啦，陽光小姐其實喺內檔攝到上嚟第5位㗎啦，過埋隻精緻之道添。咁再跟住個馬啦，先見到咧仲有實幹牛仔啦，包緊尾就好天朗㗎。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途程嘅時候啦，前面帶緊頭咧輕取勝啊，漸漸啊帶咗2個幾馬位出嚟添啊。珍惜當下就守住第2，跟喺第3位浩迪啦，然之後就喜任為親守喺第4嘅。喺佢內側咧，仲有咧就陽光小姐上到第5啦，精緻之道慢慢移咗出去外碟咯噃。咁然之後個馬先見到實幹牛仔嘅，包緊尾仲係好天朗啊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就有700米就翻到終點㗎啦，仲係輕取勝係帶緊頭嘅，跟住佢仲有珍惜當下啦。咁呢個時候外檔有馬上嚟咯，咁啊見到咧喜任為親上咗啲啦，出咗去出邊咧，仲有精緻之道，內檔嘅陽光小姐啦，咁啊中間反而浩迪有啲褪㗎啦，再跟住個馬實幹牛仔包尾仲係好天朗㗎，一路轉緊彎鬥騎㗎啦，輕取勝嚟到呢度都頂唔住啦，咁啊出咗嚟先咧，見到咧仲有珍惜當下啦，喜任為親都搏㗎啦，走出外檔上咧精緻之道，然之後啦咁啊落喺大外檔嗰邊咧，仲有咧就實幹牛仔走內檔上咧，暫時未有位啊，陽光小姐嘅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珍惜當下同埋精緻之道一對同彩嘅馬壓晒喺前面嚟㗎咯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實幹牛仔啦，中間就喜任為親嘅，最後幾步嘅時候啦，珍惜當下鬥緊精緻之道，出邊上嚟實幹牛仔，咁啊佢嗰馬好近啊，實幹牛仔定係精緻之道咧？精緻之道係咪先啲啊？同實幹牛仔影相，珍惜當下就第3、第4名咧，睇下究竟輕取勝啊，一話係呢隻浩迪啦。哇！好似都仲頂到嘅，精緻之道啊，都係佢贏啊，應該啊！哇，打個8折，原來得翻個鼻啫。哇！你唔好立亂打折啊！點㗎？都係實幹牛仔喎，殺上嚟實幹牛仔好犀利啊！嗰段啊，即刻俾張相你睇下嗱，麥道朗4連霸偉業達成啦，果然係。好啦，珍惜當下應該有第3嘅。可惜啊，陽光小姐塞咗啦喺裏邊，佢冇位啊！喺最需要發力嗰位騎唔到喎。實幹牛仔跑第2都跑得好出色啊！呢個第2啊。咁啊，華麗納又再贏多次郭士頓啦。雲絲仙子4次，精緻之道2次。佢唔止贏啊，應該就1、2名添啊，應該係。一隻出面，一隻入面。咁啊，8隻馬3隻係佢嘅。哇！呢一度真係啱啱頂住。